全真正注意，厝内有危险的物件，一定要放好好势高雄。高雄有一个2岁囡仔伫厝内无细字呢，这个车倒一杯红的这个烧红茶，当场就烫着伤。这个阿嬷真着急，要将这个孙仔送去病院。不过当时又是中昼时啊，尖峰时段车真济，伊赶紧冲去因徛喺附近的派出所，请警方斗3工。有人员今日当机立断，驶警察车护送这个查某囡仔去病院，及时就医。 警察车开路要赶去上近的病院，因为后壁对一台轿车，车顶一个2岁囡仔兄受伤，爱紧送去病院。到病院了后，紧甲囡仔兄送去急诊室抢救。甲囡仔兄送去病院了后，警察嘛伫咧现场关心伊的情形。是因为小朋友他突然就是去玩了桌上，用了桌上的水，然后整个这样翻下来。啊，你们是热水瓶对不对？对。 2月26日下晝11點外，高雄招請一個2歲囡仔兄伫咧厝內碰着傷，阿嬷緊甲孫送去病院急救，都驚耽誤着時間，所以走去徛喺附近的派出所，請警察鬥3工。 分所員警於了解情況後，二話不說便駕駛警車於前方鳴笛開道。 護送男童至長庚醫院接受治療。事發當時，2歲囡仔兄因為無細力去吸到桌頂拄下好一杯紅茶，互紅茶從車內去燙到查甫囡仔頭，含目睭嘛燙着傷。 即馬伫咧病院住院治療，同款燒傷的情形，正正伫咧家己某一個11個月紅嬰仔，伫咧坐大轧車去交到桌頂燒燙去燙着傷。雖然南投一個2歲囡仔兄嘛是同款去吸到桌頂的泡面，互燙着傷。桃園嘛有一個查某囡仔伫咧幼稚園去吸到桌頂的一碗燒湯燙着傷。同款事件案例有真濟，所以大人伫咧厝內攏要特別注意。对有電的啦、熱水的東西吼，譬如開飲機啦、熱水瓶啊、熱水一定要放置在高處，讓孩子不容易去夠到。若是無法度放伫咧真懸的所在，就要甲燒水含燒湯放伫咧桌頂的中，莫放伫咧桌邊，可免有囡仔無細力去吸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